即係啲僆仔唔及得嘅，係咪？咩僆仔咩僆仔唔及得啊？僆仔唔及得，僆仔唔及得，反撲咬你春袋。我話俾人兜腎狼踢你嘅，你睇呢個黃之鋒陰陽怪氣，成日含沙射影，單打仲話自己基督徒。普羅政治，民聲起義 ，My Radio 2013。即係嘥嘅事係嘛，所以我哋係提出嗰個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呢個概念係咪？所有嘅政改方案都係流嘅，我話嘅 ，OK 係嘛？包括你學民思潮呢個已經係即係香港社運新星啊，香港前途之所寄，咁佢哋都提出一個2016有功能組別嘅方案嘅，係嘛？點解你10幾歲嘅後生仔可以咁樣？原來諗嚟諗去又係跟翻你上一代嗰啲諗法，又要唔好脫離基本法嗰個框架咯。呢個係一個好大倒退嚟嘅，係嘛？好大倒退。因為你班僆仔10幾歲，你都夠膽提個方案？2016年有功能組別，邊個教你㗎？邊個阿 Sir 教你㗎？啱唔啱啊？你有咩包袱啊？你中學生點解唔可以提出2016年係取消晒功能組別，全部嘅立法會議員由直選產生？咁你取巧呢個我都講過，除非提名委員會就係全香港人都係提名委員會嘅提名委員咯，選民咁，但係呢個係冇可能噶嘛，咁你又真係有提，唔係你10幾歲啫嘛，大佬有冇搞錯啊？真係提過咁嘅方案，真係即係我都唔想出聲嗰啲，已經係香港前途之所寄，社運新星啦，你即係咁交嘅可以係咪先？提過有，竟然或者我真係跌晒眼鏡，有咩嚟？喂，佢唔參加佔中，我眼前一亮。對佢哋當堂即係覺得，咦呢班僆仔好嘢喎，有獨立思想喎，哇！跟住你提個方案，2016年有功能組別嘅，我當場分結，即係我請學民思潮呢班大哥，你解釋嘅俾我聽，點解係為咩先？係嘛？2017個唔使講啦，你呢個訴求同而家民主派個訴求都一樣，係嘛？有提名委員會，不過有公民連署咁係嘛？一樣，等於一樣，係嘛？或者稍為唔一樣嘅，你就係我嗰個等於公民連署咯，全香港登記選民就組成提名委員會，跟住個提名門檻要10萬。我大佬呢個高啦，呢個提名門檻都已經係僆仔都擺脫唔到，要喺體制內改革。咁香港仲有咩希望咧？你話點解10幾歲僆仔都唔敢搞革命？係啊，中學都未畢業，你忍乜春咧？請問點解你可以忍受到即係功能組別2016年可以有咁撚奇怪嘅咧？真係唔係你反洗腦教育就已經好成功夠㗎啦，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你再嚟就俾人洗腦啊嘛！而家係。即係膠化咗啦嘛，即係好大鑊。如果你10幾歲你就可以學人忍，如果你忍多2屆，係嘛？忍到2020年先至取消功能組別，有冇搞錯啊，大佬？真係，即係呢樣嘢令我真係非常失望。你學民思潮使乜提政改方案咧？邊兩個提政改方案你都反對佢就得噶啦？係啊，係咪？最簡單一句，細路仔唔好扮大人。你喺度扮大人，你提咩政改方案啊？你論述能力又唔夠。當你又提方案，黃毓民又提方案嘅時候，原來黃毓民個方案俾你前進嘅，咁咪你仆街啦嘛，變咗係咪啊？你10幾歲啊，黃毓民60歐啊嘛，點用咧？係咪？係啦，黃毓民提咩方案，你都可以揼柒佢。咁就係個先決條件就係你不能提方案，即係啲僆仔唔及得嘅，係咪？咩僆仔咩僆仔唔及得啊？僆仔唔及得，僆仔唔及得，反撲咬你春袋。我話俾人兜腎狼踢你嘅，你睇呢個黃之鋒陰陽怪氣，成日含沙射影，單打仲話自己基督徒，係咪？好學唔學林宇陽嘅撚大鑊啊？你話係咪先？最叻就單打，開名又唔夠膽，係咪？係咪？唉，唔知啊。一個反國教一役係嘛，令到你聲名卓起係嘛，個個頭上有光環係嘛，咁而家都有啲人退出啦，已經係咪？搞下一變咗有權力鬥爭就真係大鑊噶啦，你明唔明？奪回政府啊嘛，你奪回政府就咪提呢啲咁嘅濕鳩方案啦，奪回政府就搞革命啦，哥哥仔，奪回政府係咪？最即係嗰個今年遊行可能係焦點嚟嘅添嘛？呢班僆仔係嘛？奪回政府，你點奪回政府咧？跟住去遮打花園做交，佢點奪回政府咧？係咪？屌你應該救人多，衝入去政府總部咪奪回政府咯？咁啊叫做係嘛？學民思潮嘅小朋友喺半年之內咧，由小朋友變成成長成為大人啦，真係大鑊！一變大人就瀨嘢嘅，真係千祈唔好變大人。唔係，我都想變翻做年青人，即係唔好長大，唔好長大，唔好長，一長大就仆街，好似而家嗌交啦，係咪？呢啲全部都大人嚟嘅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即係嗌埋啲無謂交啊，跟住你仆街啊，佢又唔家產啊，人身攻擊啊，咁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，拜拜。